心突然的隱隱痛。今日同大家講一個非心臟性嘅胸痛病例分享。Hello， 大家好，又嚟到逢星期六晚10點半 CMC 中醫臨床教學。今日同大家講一個一啲臨床上都會經常遇到嘅一啲怪病即係睇過西醫做過好多檢查都揾唔到原因，然之後轉到我手上咧去醫治咧就慢慢好轉。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個即係心口痛胸痛呢種病。咁其他唔同類型嘅病啦，即係可以見到6類嘅，譬如話心臟病啦，心臟嘅問題係嘛？咁另外肺病啦，會唔會肺腫瘤肺結核或者係肺有啲即係有啲爆肺之類啦，都會啦。第三就係一啲胃病啦，會唔會胃酸倒流胃酸反上角食道導致心口痛。第四就係一啲肌肉拉扯啦，例如呢個肋骨嘅一啲筋膜炎啦。第五大腸包疹，第六就係心理因素。咁所以好多西醫去醫病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啲叫做排除式嘅方法去做治療，先諗心臟先可能抽血做檢查，做一啲掃描，然之後唔好嘅就睇下胃，咁逐個排除。咁所以令到病人咧係一個比較困擾喎，因為個病嘅痛嘅感覺仍然存在住。咁但係做好多檢查又揾唔到原因冇，咁釋迦病咧係即係不知所措，只係靠食藥去安排嘅啫。好咁而今個月咧就咁啱有兩個病例，一個新病例，一個舊病例，咁就都係因為心口痛到好困擾啦，連有時呼吸食嘢瞓覺都受嚴重受影響。咁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兩個案例嘅，咁入嚟朋友仔say hi先啦，睇下聲音畫面 OK，大家一字唔該。咁就話説咧，就我喺有病人咧係睇咗好多年嘅啦，即係2016，即係講睇我9年時間，即係9年前開始幫我睇，一般睇一啲普通嘅感冒腸胃炎陰道炎尿道炎即係一般好多女士一啲普通嘅病。咁因為女士大概都已經講緊都今年都50歲有多㗎啦。咁而咧佢喺2020年咧，即係喺5年前咧就開始出現痛。咁就背脊痛先嘅，咁我就當時就判斷啦，因為背脊同心口痛都可以係關心臟事嘅，咁但係佢平時驗血又冇乜事，咁就唔會考慮係心臟病。咁然之後我就去考慮頸椎病。咁的而且確咧，即係考慮係頸椎，因為頸椎第七頸椎咧係會導致心口痛到鼻痛嘅。我一般會撳住第七頸椎咧，病係會即時感覺心口痛到鼻痛。咁而佢就係點樣？佢係瞓覺嘅時候瞓低會痛啦。或者係做半夜咧，會痛醒咗即係瞓下半夜心痛醒咗。咁我以前睇一個日本嗰啲健康節目咧，都係講一個類似咁嘅 case 嘅。咁得一個50、60歲嘅太太啦，咁又係半夜突然間2、3點心口痛醒咗喎。咁揾西醫睇做檢查，又揾唔到心臟有問題，胃冇問題，咁就都困擾咗成10年時間。咁最尾咧就揾一個唔知依家醫院嘅醫生咧。就幫佢照條頸，原來頸椎有骨刺，咁然之後就將個骨刺咧醫完之後咧，即係做手術啦，將骨刺割咗之後咧，咁個病係從此冇翻發。咁所以案例令我有一個好深嘅印象，就覺得原來頸椎病神經受壓迫係可以導致心口痛同鼻痛嘅。咁而呢個病咧，我的而且確用呢方法，即係幫佢按第七頸椎，的而且確撳嘅時候咧，病係會 feel 到背脊痛同埋心口痛。我心諗冇錯啦，一定係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就幫佢醫啦。咁的而且確咧，醫2、3次咧，佢就好咗喎。咁諗住，醫鋪搞掂啦。呢個情況頸椎病唔難醫係啦，咁醫好啦。咁點知咧，佢偶然可能半年之後，隔1年咧又翻發。咁我又同呢方法去醫啦。咁搞咗2、3年，佢都發咗真係有3、4次啦。咁去到2、3年咧，佢都頂唔住啊！即係睇西醫話，不如照個胃鏡啦。咁發現呢個胃酸倒流。係見到胃酸食道係損咗，所以就判斷係胃酸倒流引起。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如果個食道嗰個門咧閂得唔緊咧，佢係會或者鬆弛咗咧，係會半夜3更係會出現胃酸上翻嚟，而導致心口痛嘅情況。咁呢個推斷都合理嘅，而且做胃鏡啊嘛，所以覺得咪冇錯咯。咁所以佢喺2023年開始咧，就一直食住胃藥去舒緩啲情況。咁但係情況咧，都係會間中會出現，即係食住胃都好啦，咁都係會出現呢種情況。咁所以
但係有時又好啲，有時唔好啲，咁所以每次發作食得唔好咧，佢都揾我睇嘅，咁我都會又發作啊，咁啊又幫我醫啦，又幫我按頸啦，又係會撳完之後都會心口痛鼻痛，即係如是者我都大話醫成10次都會好到，咁但係咧每逢可能佢咳完之後，我嗰排 OT 啊，譬如最近一次2025年啦，今年啦，即係直情係新冠之後開始咳，咁開始咧越嚟越痛，痛到佢已經係真係頂唔住，係點樣情況咧？係成個月都瞓唔到覺，即係咁，即係冇辦法，佢真係要揾西醫睇啦。西醫就覺得哇，你真係好嚴重喎，即係既然胃藥唔得啦，照咗心，即係照埋心啦，心就冇事啦。咁啊，唯有食住啲消炎止痛藥都解決唔到啊！搞到佢哇，即係基本上精神崩潰咁滯，因為又要翻工，又好攰，第二日身咁啊翳住瞓唔到，係前瞓低就即刻翳住。咁所以佢即時幫我睇，咁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奇怪，佢已經忍唔住話要照共振啦。咁我就好奇怪，即係心諗我呢個病不過跟開㗎嘛，點會突然間會惡化咗咧？Heart-lung case， 點會惡化咗咧？呢下我就覺得。有少少即係我覺得唔甘心啊！冇理由醫唔到嘅。跟住咧，我就重新再諗一次，究竟發生咩事？咁我就叫佢攤低啦，瞓低。佢瞓低即時已經覺得心口有翳住嘅感覺，喺中間兩邊，即係心口位置係兩邊都有翳住感覺。咁我就既然我醫咗頸椎啦，都唔 work，咁我試下唔好揾頸椎，咁啊其他胸骨嘅問題啊，其他心口肌肉問題咧嚇。咁會唔會導致咧？都呢個就係一個即係重新考慮翻嘅問題。咁打俾圖打望下啦。嗱，呢個就係一個心口嘅胸肌嘅圖啦，係咪啊？即係有胸肌啦、胸大肌啊、胸小肌啊，咁啊有啲叫做肋間嘅肌肉啊。其實好多浸喺裏邊嘅有頸肌之類，其實好多浸係包咗喺裏邊。咁所以我哋做檢查嘅時候咧，係要不如重新去做檢查次啦，即係逐節去睇下有咩事。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即係我係男士啦，咁兩個病人都係女士嚟噶嘛，咁所以呢啲位置其實好尷尬，即係我又唔可以即係觸碰到一啲叫做啲敏感部位，咁我所以我就會即係點住咧？咁我就會就咁做法，就會喺側邊喺呢啲地方啦，即係喺呢啲地方，即係喺肩嘅前胸大肌地方咧，撳呢啲地方，撳呢啲地方，呢啲撳唔到胸部嘅，胸部喺下邊位置，撳呢啲地方，咁我開始撳咧，撳下撳下咧。冇嘢喎嚇，胸大肌冇事喎，側邊都冇事喎，即係唔明啦。跟住我就撳撳下咧，當我撳到鎖骨下邊嘅地方嚇，鎖下地方就喺依個位置嘅時候，依個位置嘅時候，我冇得一種好陌生嘅感覺，就覺得嗰個位置唔應該唔係咁嘅喎，點解會有一種好繃緊脹嘅情況咧？咁我就嘗試撳落去啦，摸到一啲好硬嘅肌肉。佢當下就哇嗌咗出嚟，即係痛咗出嚟。個心諗可能係呢度啦嚇，咁我就諗啦，如果真係呢度嘅肌肉拉緊嘅時候，點解會導致夜晚痛？你瞓低會痛咧？即係你唔係話你咁多肌肉痛就代表係個位置啱嘅，你一定要用邏輯去諗下個身體結構上面呢個某個動作情況之下點解會出現痛？所以我就喺撳呢個位置咧，痛咗之後就可以諗啦，開始明啦。佢原來平時可能本身中意捲起啊，即係中意縮埋，所以令到佢咧會啲肉好習慣咁就會攬埋一嚿。咁所以當佢瞓覺嘅時候咧，一份平瞓咧打開嘛，即係一平瞓之後咧個膊頭因為地心吸引咧就會令佢打開，就掹開咗，所以令到佢呢啲地方咧喺呢地方咧原本即係攬埋地方，因為膊頭拉開咗，所以令到呢度扯開嘅痛。咁呢係我當時嘅即時諗嘅判斷。咁呢啲 case。我想講即係唔多見嘅，即係好唔多見。即係你話呢啲地方痛，肋骨痛好常見，下邊肋骨痛好常見，心口痛都好常見。但係去到呢種瞓低嘅時候先坐住又唔痛，瞓低先痛咧係比較特別啲。咁我就慢慢幫佢解啦嚇，解即係撳，慢慢按。咁又要幫佢按鬆之後咧，慢慢吸下氣，即係要按咗兩邊都要按。咁兩邊都出現得好冤痛嘅情況。咁我心諗。應該喺度啦，即係然之後就按完之後，可能兩邊按咗5分鐘之後咧，咁試下佢叫坐起身，再放翻低，再掹翻開睇下有冇事。咁當下已經好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真係佢中意攣埋中意攣埋呢啲狀況令到佢會出現痛。咁但係我
即係呢個我諗咯，因為邏輯上係咁咧，但係問題係好少見到，即係成日都攣埋嘅時候可以攣到咁嘅 level 喎嚇。咁所以但係即管係咁樣啦。咁我問過你有冇即係俾人打過啊？即係撞過啊，撞到啲柱啊？咁話冇喎，冇碰過喎，以前冇呢啲情況喎。咁我就咁，既然佢話冇，咁咪信咯，係嘛？咁啊就如是者咧，幾日之後覆診，咁啊真係好咗啦，真係好咗，即係起碼能夠瞓覺瞓好咗啦。即係瞓覺嘅時候咧就唔會話即係都會痛醒，但係起碼瞓到覺啊，瞓到覺。因為以前係即係瞓幾個字就醒，瞓幾個字醒，係成晚係瞓唔到嘅，係瞓唔到覺。而家就可以開始瞓到啦，就去翻以前狀態，所以都係已經心口已經好好多。咁我就就算連坐住咧呼吸都 OK，冇乜點翳住。咁所以我證明咗咧，佢嗰個位置就係 exactly 原來由5年前開始發病到而家都未曾被我解決嘅。咁所以我有少即係始終呢 case 咧，我就唔多見啊。因為佢惡化到某個 level，我唔對路先至再嘗試 explore 翻究竟係咩事，先至揾到佢真正源頭嗱。所以一啲好細微嘅一啲胸肌同埋鎖骨下邊呢啲好深層肌肉而導致。咁就只不過我就唔明點解會發生呢種病咯？點解啊？即係醫好唔係問題，但係我都想知道探索呢種病嘅原因係啲乜嘢？即係咪有啲咩外來因素啊？定係啲咩習慣啊？做其他嘢咧？咁我都唔係好諗到嘅。即係我真係好中意捲埋啦。啲同事啊、屋企人都話佢成日都攣埋嚟坐，但我覺得攣埋坐點解都唔係太成立。咁啊，跟住然之後再去到最近啦，啱啱喺今個禮拜啦，今個禮拜3嚟睇醫生啦，即係已經我醫咗第3次，醫2次啦，已經好咗好多，好咗好多。咁跟住就可能攰嘅時候會差啲，但問題整體嚟講瞓到覺好好多。咁我就再即係同佢傾偈啦。喂，即係我再做咁，我就幫佢驗咁啦，撳，仲有啲位置都未鬆晒嘅。咁我喺度撳一撳，我話唔係喎，你真係冇撞過。我話例如有冇撞過車啊？係啦，因為香港嚟講撞車係好常見，因為香港好常見。Hello 偉少 ，Hello Shorty Man， 係習慣內捲係啊，中意內捲係冇錯，捲埋一嚿。今日有冇撞過車啊？因為始終香港地撞即係交通事故率比較高啊，可能香港人始終揸車比較急躁啦，係咪？即係中意爬頭啊，好趕急啊，因為生活節奏好快啊嘛，即係唔可以遲到啊，趕學校，趕翻工，趕放工係嘛，所以成日都好多交通事故。咁而且啲人習慣揸快車啦，咁所以問佢有冇撞過車啊？跟住佢嗰時覺得冇，跟住冇啊，係啦，唔係喎，突然醒起就喺2017年度嘅時間，唔係喎，撞一次喎，即係俾人喺後邊撞啊，唔係前面，唔係喺撞前面突然間突 brake，佢就一撞咗埋去，咁啊一下挫咗埋啦，咁啊有冇撞胎盤啊？冇撞到胎盤。即係個 airbag 都冇彈開嘅，嗰個心諗可能係安全帶辣親安全帶。咁啊係喎，佢當下都記得啦，安全帶係辣傷咗。因為通常撞車嘅時候咧，有時候唔係真係即係碰撞嗰下，而係個人衝向前嘅時候，個安全帶辣傷咗。咁啊，大家要記住咧，安全帶咧，我哋好似即係睇港姐咧即係個冠軍帶咧咁樣扮住噶嘛。記住一定要係勒喺鎖骨上面。即係一個鎖骨，因為安全帶唔可以太近頸，呢近頸咧係會勒傷條頸嘅，就好似嗰個一個明星啦，係咪嗰個靚仔明星係啦，咁啊就即係玩水上活動就勒條頸，所以損晒好危險，所以一定要掛喺個鎖骨上面係啦。咁另外下邊就打埋 seatbelt 咧，要掛喺盤骨上面，唔可以勒喺肚嗰度，因為勒肚嗰度咧一撞嘅時候咧，勒到嗰個 seatbelt 咧係會勒傷個內臟，所以容易勒傷啲腸啦，甚至乎肝臟，所以好危險啊！尤其是僆仔即係點解要卡 seat？因為僆仔啲內臟好軟，啲骨好細嚿，個 belt seatbelt 係唔能夠可以好穩固咁樣鎖喺嗰個盤骨上面，所以僆仔要用 seatbelt。咁所以一勒嘅時候咧，諗下就勒到啦。我諗下係喎，我以前病就係咁樣啦，就係撞車。之後勒傷咗，哇！呢啲個肩膊啊、胸骨啊、肌肉全部都勒得好緊要，所以佢醒起係喎，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喎，即係2017-18年度，咁啊然之後開始到冇事啦，係咪？應該係即係可能1個禮拜已經冇事啦。咁但係嗰個衝撞力咧係令到個肌肉已經係即係一下子鎖得好緊。咁然之後慢慢可能再加埋內捲啦，
就唔係身體年紀大啦，休息唔夠啦，開始慢慢出現痛。因為最初嘅時候都係比較輕微嘅狀態啦，所以醫少少，醫下頸啊，摸下食下藥就好翻啦。咁但係個原因係啊 Jeffrey BB 冇錯係 Jeffrey BB 啦。OK 咁啊，咁第二個案例啦，咁啊我電話好似冇電啊，隨時會 off 咗㗎，大家就留意翻啦。咁啊咁所以我就醫完之後咧，就起碼學到啦，原來胸骨嘅一啲心理肌肉咧，知道係可以導致一種通痛狀態，一種停頓嘅痛狀態。咁而第二個 case 係一個即係一個後生女啦，係啦，好似啱啱睇緊個 live 啦，佢話嗰係我係啦。咁佢係咩事？佢係大概1年9個月定10個月之前啦，就開始心口痛，心口痛，咁痛到係會呼吸都有啲困難，喉嚨都會扯住，咁有時坐喺度又痛，挺腰都痛，所以令到佢好痛苦。咁又睇西醫啦，定會睇心臟科啊、胃啊、照胃啊、心臟啊、超聲波啊，乜嘢都 check 晒，咁睇中醫啊、針灸乜都好啦，即係睇咗好多唔同嘅醫生。咁我心諗都係同我啱啱個 case 一樣啫，可能你肋骨啊、鎖骨 lock 住啫。咁喉嚨肌肉係有扯住嘅，我幫佢隔完之後，佢吞煙會好咗，即係吸氣會好少少。咁但係對胸痛咧，呢1-2次咧都係未有好轉情況。咁我就少少困惑啦，即係究竟即係第2次唔好嘅時候，第3次即係唔容許出錯誤嘅。因為你第一次當你睇個症唔知，即係問好多嘢，可能時間上唔足夠。咁但係你醫時可能未必好仔細。咁第2次已經問足晒㗎啦嘛，應該會醫啱位㗎啦，應該有效果。但係當你冇效果嘅時候咧，你重新去諗翻，究竟係咪頭2次出現判斷錯誤？咁唔係冇效嘅，都有效嘅，即係只不過個效果唔係好理想，唔係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咁所以我就再問翻佢，咁嘅痛點喺邊度？咁原來痛點咧，即係喺個胸骨嘅一側地方啊，即係呢個胸骨啦，胸骨。佢胸骨係一個胸骨病，係一白色嘅胸骨嚟嘅。佢胸骨係啦，喺依度嘅 case 係啦，胸骨喺依個 case 喺依個位置，喺依個位置啦，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咧，大家望到啦，就係呢個一條韌帶喺度啦，胸肌有韌帶啦，係咪會扯住嘅？所以呢一個位置會出現拉扯嘅感覺。咁但係咁我就去揾啦。因為始終佢講嘅時候係咪真咧？咁但係我都要做一個推斷就檢查要 confirm。咁我就會先睇即係小女士我都係好尷尬嘅。咁我都係要好小心，即係手指咧係要凌空咁樣去撳佢嘅，即係咁撳落去，就唔可以咁樣按嘅。咁撳就撳咩咧？撳中間啦，中間。咁中間係真係唔痛喎，胸骨始終冇痛，即係唔係胸骨，因為我哋一般有時會胸骨痛嘅，譬如撞親打親就胸骨痛。咁你一邊就撳一邊啦，撳左邊就係發現，冇喎，啲肌肉 OK 喎，完全冇事，成條都冇事。但係你一邊咧有事，所以佢講嗰個位置咧係 exactly 就係我揾到嘅地方，咁就係喺正呢一紮地方。咁我就話啦，就好似咩？就好似即係好似你牆上面有個扣有繩拉住嘅時候，咁你用嚟拉嘅時候咧，個扣係會爆嘅，爆咧就啱啱係近繩頭嗰個位置，所以呢個位置壓力好大。咁我醫完之後咧，佢都會當下好啲嘅。咁但係我覺得始終都即係唔明啦，同埋就最尾咧，其實我一撳中醫知道有信心醫好啦，即係只不過係佢一個症狀咧令我好驚訝就係咩咧？就係佢攣住唔痛，挺直就痛，即係好細微啫，攣住唔痛，一挺胸少少就即刻痛。我當下就噔一聲明啦 get 到，即係意思即係話佢原來個肌肉咧係喺一個攣住狀態之下咧係收縮緊。當佢一擴張 expand 嗰個胸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個肌肉咧將佢掹開嚇，即係掹開咗。所以咧我哋就係處方就係將原本揦嘅肌肉咧就將佢按翻鬆。當下按鬆，佢咧一掹開佢就唔痛噶啦。所以我就喺即係佢都幾痛下嘅，我都叫佢忍住痛，即係去撳佢，即係撳佢用手指即係用嗰個壓嘅力壓落去，再將佢鬆解。咁鬆解之後咧，就再即時下呼吸呼氣。咁當下佢就吸到當下即係當下已經係挺直挺腰唔痛，吸氣唔痛，呼氣唔痛。然之後等一陣間，等痛過下先。因為有時候咧呢種痛咧，可能因為我撳完之後痛咧，痛過佢平時嘅痛啊，所以佢蓋過咗啲感覺。等佢痛感冇晒啦，先至再試一次，再 try 一次。咁真係唔痛啦。咁當下先至解決到。咁所以
就係嗰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肌肉攬埋一嚿。咁但係點解會咁咧？今日佢有冇撞過車啊？有冇俾人打過啊、撞過啊之類？咁佢話冇喎。咁話原來佢習慣係中意即係縮埋喺嗰度打機嘅，即係縮在打機。咁啊，而且力係壓埋邊，即係中意喺一邊嘅腳晾住嚟打。咁我諗就都可能嘅，因為始終可能細個打機嘅時候咧，可能嗰啲骨架未成長好啦，即係可能仲係即係未發育啦。咁所以可能有時肌肉咧就已經即係未發育前已經揦住咗啦。再發育咧就會將佢掹開，咁你就會即係骨會側彎啊，啲胸肌肉可能會就拉扯得好犀利。咁而早前咧有個我個新聞啦，話有僆仔打機咧，打唔知打好多年啊，個頸椎其實係正，即係我頸係咁樣噶嘛，佢係咁樣攣上咯，即係成日都咁樣攣住，係頸骨已經變晒形嘅。所以基本上有時候打機嘅姿勢唔好咧，或者長期姿勢不良嘅話咧，只不過打機係令到你會長期會可能玩4個鐘頭，定咗某姿勢咧，令啲骨架係會出現一啲變形情況。咁所以最尾佢都講翻話有呢個係可能原因。咁所以最尾就係會喺買呢個病啦，即係譬如病因有冇撞擊過，有冇一啲不良習慣長時間而導致啲肌肉開始拉埋咗。咁當你唔小心拉親，可能個懶腰，可能撞一撞、碰一碰，俾人打一打，可能個肌肉一扯一扯咧，就將嗰啲原本隱藏咗啲肌肉嘅問題咧，就一下子會痛出嚟嘅。而痛出嚟嘅時候咧，你唔發覺原因咧，係會往往咧係會真係唔知揾咩身體嘅。即係有冇睇西醫照 check 一 check， 咁啊乜都冇，跟住最尾會點咧？就判斷你係精神科，即係你係咪感覺異常啊？係咪幻想出嚟啊？係咪諗多咗啊？係咪壓力大啊？佢會將呢類嘅病人咧就歸納為呢種即係心理病問題。咁但係大家明白咧，即係我呢類病人咧都係一個好清楚、好清晰嘅思維嘅病人嚟，完全冇心理因素。咁所以西醫嚟講咧，最尾咧就會將呢咧心理因素咧就會撥入呢個情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出手周病啦，係嘛？出手周病，但係咧佢從來唔會考慮咧，或者唔識得點樣去將呢啲肌肉咧，即係好仔細咁樣勾翻出嚟嚇。所以呢個就問，即係個關鍵在呢度，即係點可以將好細肌肉逐忽咁樣勾出嚟咧，先至可以將個餅咧真正揾到。OK，咁啊，我電話真係冇電啦。咁啊，今日早少少就完結啦。咁啊嚟緊下星期都會繼續做直播嘅。咁就而家天氣好熱啦，天氣去到33度，大家記得要飲返水，同埋盡量即係做啲防曬。咁啊就有問題嘅可以留言俾我啦，或者透過呢個 Facebook 專頁咧都可以問我問題嘅。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咁晚安，好，拜拜。